续要来讲毕业咯，表现上好的学生会当来摕到市长奖。来看台南市长王伟霆伫颁奖的时阵，拄到几来的学生发挥创意，极无共款的这个姿势，甲市长来翕相，甚至有学生展出着一字马，就是展迄种踢腿迄种困难度真悬的动作。啊，市长嘛无咧惊哦，讲只要学生你动作比会出来，市长我拢会当配合陪你来翕。颁奖颁到一半，这位女同学雄雄甲脚举起来，展出一字马的姿势，要和市长比谁的筋骨较软 Q。不过王伟霆实在无办法，想袂到后这位同学也是无买放伊煞。恭喜！这场场又阁是一字马，市长看甲心惊惊，敢若会当甲骹头虎举起来，会只手指头啊，真无奈。请同学莫遮尔皮，不过王伟霆毋是大摆拢遮尔闹开。不管是金鸡独立，或者是毕业了，王伟霆拢无咧惊，都是要陪毕业生做伙算。毕业的爱心拢是上基本的，阁有学生甲市长当作是马子，欢喜翕相。顺续阁有即马上事件的倒米的手势。担市长王伟霆19号参加110项年度公私立国民中小学市长奖的颁奖典礼，要送祝福予遮的毕业生。上路者留法度甲动作比出来，拢会陪你翕相。嘛有人看到王伟霆和学生双做伙热情亲切的温暖特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